疫情期间，观光旅游产业大受冲击，业者艰苦连天。不过，议员陈秋平表示，降为2级以后，但市委外经营的文化观光景点拢陆续开放，迎接解封以后营运如何起死回生。议员呼吁一定要锁定每一个特色景点，好好推广，而且议会委员会麦当协助宣传。你看呢，咱这团队拢非常用心、非常拍拼咧经营啦吼。当然像我看到很多特色不一样，你像双春双春它这个海滩的活动也特别的多因为我捌一届吼伫 FB 看到，确实是很美。乡村那遐非常的水伊的经营方式佫无共。我是想说，局长，你可以好好的推广每一个景点它的特色啦吼，因为有较无共的咱尽量讲除了讲互台南市民知影以外，咱嘛互外县市的这好朋友会当来共同来共襄盛举啦吼，这是咱台南市的优点啦吼。我希望说你朝着这个方向去走。虽然国内疫情稳定控制，不过国外被Delta病毒威胁，疫情并无稳定。所以议员质疑，这个时机类似甲越南的国际行销较有适合。对此，观光旅局长强调，就因为国际上疫情也未稳定，所以预定台湾的论坛已经延期到明年。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